什么有这些照片啊？我拜托超久，范儿好才终于给我。好。哎，等下来，录影。啊，来。夜广，什么不是夜广？叶广，这礼物给你。谢谢你。嫁人不像你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学长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夜广，生日快乐！我很喜欢你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哦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学长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还有这个。谢谢你吗？学长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好，谢谢。同学，你有空吗？帮我个忙。夜广，生日快乐！夜光，跟我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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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妹，干嘛啦？什么啦？跟我们追那个丑八怪。你说他是丑八怪，你才丑八怪啦！丑八怪？无聊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走了。我不要，走。我不要，走了。不要。同学。不知道他还记得1年前下雨的那个夜晚吗？臭哥哥，坏哥哥，笨蛋哥哥。我跟你说，全世界人都可以喜欢，就是不可以喜欢夜广。是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比你厉害，比你好，你输不起才这样的？才没有。好啊，那你答应我，以后都不准找他麻烦，不准欺负他，不然我就不当你妹妹。好，我答应你啦。陈俊威，你要说到做到哦。好了好了。哦，小公主又生气了，吵死了。今天礼物真的很多哎，比去年还多哎。光，你不现在拆礼物吗？先等我这边练完。哪有人生日在练琴的？你今天不练，他也不会发现啊。琴不能不练，手感会不见。而且我要把老师交代的都练完了。啊，不然现在吃巧克力。生日快乐！喜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款的？
拜托，我那么懂你哎。我爸妈今天晚上有订很好吃的餐厅，你要不要去？我今天不太方便。又是他吗？他真的有这么好吗？我看你常常都不开心。他也没有你讲那么糟啦。他是没有照顾好你。今天该被照顾的人是你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唱的太难听，我都弹错了啦。好啦，那我先去社团拿东西，回来再找你。拜拜。祝你生日。叶广，哎，陈君威，怎么了吗？之前我们这些烂事我都不跟你计较，但现在不准动歪脑筋在我妹身上。你先管好你妹吧。叶广哪有这些闲时间跟你搞这些小动作？哪轮到你说话？上次校园人气竞赛，你们还不是靠两人合体才赢到那么多选票的？不然像我们小薇那么优秀，怎么会输？他爸是家长会会长。他还不是利用特权拿到第2名？说什么？对哎。走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说什么？来了。拍手。真的假的？太好了吧！你看这边，他写了当选学生会会长，学校将提供奖学金。你看有钱你就可以去伯克利音乐学院啦，住宿费、生活费，全部都有。太好了吧？这个。老师，可是我在学校又没有名气，我这样来得及吗？启章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老师看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学生，你就放手去做，一定可以的。这些资料啊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老师会协助你完成它的。我真的可以吗？